欢迎收看《后上太上谷》，有法太假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总谷，又到了大礼拜五阿布头9点了，后上影响下来打最后的时间了。記得啦，太學畢業過後啊，見數到咧風勢炸彈嘅攻擊，順豐嘅朋友一家只得一個嚟結婚了。不過咧結婚喺人生當中同重要嘅大事情啊，咧參加婚禮嘅時節，我注意到哪條地方咧，咧紅包嘅可以用辦來包，韓國後生人心目當中嘅夢想婚禮，又係上到乜嘅形式咧？你見比邀請到50後生人，留大家共下嚟討論。結婚太奢侈，中場朋友今日後生人，好，首先朋友係志怡。大家好，我係清上嘅海島婚禮嘅志怡。海島婚禮上海到國外去結婚，係非常浪漫。先俾紅人掌講啦。好，聽呢首嘅偶像係以權。大家好，我係看到好新娘嘅阿爸老鼠搞部新郎嘅時節，會叫字嘅阿權妹。同會叫字嘅阿權妹，等下來比賽嚇，看埋下會叫。好，第三位朋友係玉賢。大家好，我係結婚嘅時節一定要做全場焦點嘅玉賢。今年咪係全場焦點咧。茶妹啦，茶妹。等下來看一下茶妹有乜嘅花落大家講。第四首嘅偶像係輝乾。大家好，我係恭敬結婚簡單超好嘅輝乾啊。最後嘅偶像係小鳳。嗨，大家好，我係潘婚禮最有經驗嘅小鳳。哎呦，潘婚禮最有經驗，係唔係韓國青島？冇啦，結一拜啦，結一拜看兩場。好，小鳳大家吼，加油講到吼，咧結婚喺人生當中嘅太些事情吼。所有嘅風貼嘅時節，上次會知道，假使老兩張人喺好朋友會知道啊，佢會結婚嘅當天，唔過數到普通朋友嘅時節，就會知道懂煩惱吼，懂事壓到大嘅紅包用辦包，有時節受數到嘅唔熟悉嘅朋友，就會知道唔做嘛基本嘅，到底咧結婚有數到乜嘅嘅同貼嘅風貼有些。我上班就係認識一張嘅基本嘅，唔過我有一個懂模好嘅經驗，就係我的國小同學，人家都要創一隻來嘅群組，有時節啦，啲度個講法就冇人飛，咩唔會打嘴鼓，就是已讀啊，你可以懂早安晚，早安晚安已讀這樣，然後你就可以懂得你腦。唔過有一擺叫佢結婚咧，佢就出隻第一隻網址上來，比如講大家我要結婚了，喺我來參加嘅婚禮嘅人，歡迎到以下網址填表單。我就想講，平常時就冇多聯絡，就會存人嘅錢。用動物風包。如果你知道真件動感嘅，跟你係保妹遊戲嘛？我冇去啊，我做埋去就，因為我就知道講一就懂冇禮貌嘛，假使係冇動手勢嘅，假使去我要social 懂嘛，唔好按用啦。人家做一塊沒有，人賴群組一個一個退出誒。退出誒。嘅小鳳哦，有做過嘛嘅動貼嘅貼嘅嘛？就一拜聽聽，一拜聽聽。這樣是太好忙畢業，我畢業之前就大四，大四數學不太好。哦，清朝以前啊，8公年前係冇。我畢業以前又忙畢業，就大四啊。然後嗰陣時啊，就有一個學長，然後班後生來太感人就有。啊，嗰陣時拿到眼上批了，佢都在喺罵啥？到底講他是我的大學長哦，比我大，我唔知5、6屆吧。哦，係就講。我根本就唔知佢罵啥，只係喺論文章提講哦，原來頭擺當久以前，然後快要向下表演做表演過，係啊，你說實唔過，我做嘅感覺就像乜嘅點啊？你做客家，睇解就提講謝宇威老師喺罵啥，唔過佢當然唔識捱啊，係嘛？咩啊？你就按你無數師嘅關係，佢行不發紅包，嘅紅貼嘅本嚟，係啊，你莫名其妙。咁講你數到嘅紅貼嘅有數嘅有獎遊戲嘛？啊，當然冇去啊！我去到嘛就加多嘅，我去我又唔知，到底要乜手法去？唔過我係喺搖包。哇！真人動作，唔知咩搖包。包細細甜甜，你講晒學生嘅，我時常就食滷肉飯嘅嘢，我食滷肉飯。我想講，
嘛该留意些，嘛该好上见啊。哦，年前留一些，你好上见，调试烤碟，调试看唔到，反正很欣赏。还薄啦，冇关系啦。哦，不过这时节就抵好年前的空 QQ， 而注意这个提防哈，给注意呢。刚讲的如果最难忘嘅贴的係我嘅阿姊嘅贴的，去甲阿姊嘅贴的。哦，你们冇上爱去啊？我有去，因为我嘅阿姊嘅贴的，佢係親戚嘅，佢係前年貼嘅殺雞嘅，係嗰時候呢嘅。貼嘅檔號有發佢嘅 logo，還有我嘅阿姊，還有貼嘅殺嘅記條嘅計劃派嘅圖像。就係兩公婆各加一隻計劃。係，還有啲牙貼嘅因為記條嘅婦女係屬嘅 Okinawa 盤嘅，嗰時候 Okinawa 係日本嘛，講日本話嘅，嗰時候記條嘅貼嘅檔號就有貼嘅寫日本嘅賀詞，係就有點對，非常的融入當地嘅感覺。係，還有嗰陣時因為青島年會響應反駁嘛。嗰時候我嘅阿姊妹有貼片做嘅網絡那種動畫 GIF 檔嘅，嗰時候就真嘅非常貼片要電影下。不過倆電子嘅喜帖吼，電子嘅風貼，真嘅係兩下嘅趨勢咯。就大家想要用音量反駁，假使用紙本就冇反駁啊。不過像我感覺有啲人可能以前嘅婦女，我就會想話，我想話紙本嘅，因為呢嚟做嚟做紀念，係咪還有文圖係冇？嗰時候做嚟留下來，看到嘅時就做嚟回憶。不過咩冇係做紀念，不過咩冇影響到，因為前兩年係冇像我按通下嚟就貼嘅。可能天公與老交替。真嘅有啲人馬上就得貼咧。嗰時候我知道咧，他說的咩結合，剛才 Google 表單，就你想要紙本，你想要紙本呢，也係天字嘅，就都得來現車嘛，係唔係？給意見哦。那就知道，其實 Google 電子表單我當中意，因為有時是比如講我同阿姊喺同好，有時是喺假使講冇乜嘅按數師嘅朋友，我唔知佢係唔係想要來參加我婚禮啊？嗰時候我就想講，我就得本佢嘅 Google 表單嘅名字，比如說你去下看啊，調查一下佢想要數到呀封貼嘅冇，想要數到我就基本佢，佢講佢冇想要數到佢就略過就好誒。略過就好。嗰種我做呀一封片，就會感覺對上貼嘅種感覺。韓國咧嚇 Google 表單，還有其他表單咩動厲害，就做得自家殺嘅自家封嘅改那個形式嘛，係唔係？佢最近頭擺有數過嘛嘅封色炸彈。我呢個東西係冇 Google 表單，好，咁講我如果當貼片的時候，該封貼的地位都是隨帖子附上郵局匯款賬號。他那厲害咧，係啊，厲害，係啊，大家同學咪冇對佢按樣應該行為有嘛個當意外，因為特別投訴一些大家都自己是在動食材概念啦，動食材，所以他就隨紅炸彈就附那個賬號，以前你郵局哪一貼最稀啊？冇啦。係啊，因為我結婚幾未要來嘛，所以我回禮本幾我未到，所以我報後回禮我未用郵局禮券。郵局禮券係我未用郵局。本應該匯款嘅賬號咧，你做乜唔匯本機就好？郵局禮券。踢橋咧，我只記得我係用郵局嘅禮券匯機。係啊，不過剛剛講到即係倆封貼嘅事情吼，大家還有一個事情就係包紅包啦。到底你封包用辦包咧，一成滿結果分嘅量生意，唔得吼，數到封包嘅時節，會知道誒個封包就係愛數轉來，會按你想冇飛去，會數轉來。我好唔會啊，因為我結婚嘅時節。做10千啊，含9千啊，2千，因為全部都唔係愛出啦，太嚴，所以我是負責去結婚那種人啦。對，我就負責去結婚，心裏跳動。都負責要出廠子出來，大家哦，見面信用又來，信用又來，要偷笑呵。咁報後時我講嘅禮金鋪嘛，但係都會寫萬元包幾多錢，我都看到我同學，因為嗰兩次我結婚就20兩歲，喺大家其實都唔係講。傳動到錢嘅時間，不過記得包本我封包到1台包。包動台包嘅時間，每人持到都壓力。我知道還好呢，還好，因為大家都係東好嘅同學啦，東好嘅朋友，所以唔會要同大家。唱周華健朋友。我什麼呢？有你誰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好了，不要唱了。誒，小鳳咧，小鳳，你知道嘅封包要數轉來。
来同上，唔过我无忌讳。做嘛呢？无啦，因为我嘅方法较特殊，我结婚时咪吼，我不看人来建议讲，中秋我哋骗咧所有嘅亲戚朋友唔可以输。哦，哎，就唱包游览茶唱起来，就因为我攀高雄。因为我聪明，我行到去高雄嘅，古所行到親戚朋友啲南部較多，我啲北部較多，我就台北，啲台北發遊覽車，安尼一路接，安尼一路帶行到了，係一路搞下去，安尼到早晨條咩吼，迎娶結束行到拄好啦，膚色動珠，係，所以好3點人以後，將坐遊覽車轉去，吼，啲東港銅鑼又行咗個下茶，又咗個食鴨之後一隻轉去下茶又有嘅乜嘅餅嘅啦。又有水果啦，又有小禮物啦，好，加到聊點轉啊，安尼聊點轉。我叫成本講，誒，都嘛唔愛輸紅包，啊，爸意思講安尼，你看你後生人哋下面吼，嘅月薪啊，就差唔多係用大啦，冇賺到錢啦，哎呦，跟親戚朋友哋。當等於行哦，3600、6000、8000的啦，有啲乜嘅阿叔講嘅條咩吼，到上萬的啦，跟你以後愛辦咩吼，哎呦，阿叔講嘅拉結婚的，你打開看啊，萬億，冇按功夫啦吼，係就留20年吼。其實本來想講，安尼我就唔會有壓力啦，係以後嘅條那有結婚，我去，我推用咩包，唔過我就冇壓力嘅啊，係啊，係，就簡單就好。你紅包吼，真嘅喺人生當中，參加婚禮，你紅包真嘅伴大家當時哦，都係用辦來包，包幾多？你等下轉來就我嚟講，你下閒聊一下了。係記得去包半。又離譜啊！好累哦，剛剛少風發要流動球啊！唔係，而家係因為凍好嘅朋友啦。跟我朋友那個調得咗，有陣時別的部門啊，跟馬上啊，根本就唔抵，好嘛？從來望實個快叫佢結婚嘅，跟住冇關係，睇下窮下包，是窮下包，唔會蝕利包哈，係，包起來一個人差不多200塊，200跳唔少了。哦，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假如講到包紅包係個動態嘅項目，你下羨慕一下有結過婚嘅 Vicky， 先讓大家講下你嘅紅包嗬，用辦來包咧。那個紅包分3種，3種啊，第一種非常好嘅朋友，我睇睇都包3600，韓記係包比3600，比如講我結婚嘅時節，佢包超過3600，我都會比佢包本我好多一啲啲包獎嚟。安尼當厲害，係記得佢包本。要離譜啊！離經譜。好累哦，剛剛少風發，仲有流動球啊！唔係，而家係因為凍好嘅朋友啦。跟我朋友那個調得咗，跟住打勾勾咁樣嘅，佢哋講冇講凍河，咁個交錢還未做得嘅，剛開始係包2000。韓語嘅第3種。第3種是係嗰種看到視頻中是點頭，按用點頭之交嘅，我是為咗陪晒一起包，窮下包。丟固來包之交嘅。我公司咩董事行丟。係啊，是按用嘅。因為有陣時別的部門啊，跟馬上啊，根本就唔抵，好嘛？係。從來望實個快叫佢結婚嘅，跟住冇關係，睇下窮下包。係是窮下包，唔會蝕利。包哈，係。包起來一個人差不多200塊。200跳唔少了，你啲主管可以包較多，200跳唔少了，用睇，給你一拳誒，包紅包同坤樣用緊晒。其實我是個朋友，假使係好嘅朋友，包紅包給冇嘛嘅要緊緊，就係人家嘅心意嘅，故所應該差唔多都一太包。不過假使講係魔術師嘅人，就做得推薦大家一隻 APP， 按到紅包 APP， 廿隻 APP 可能就做得設定講，你根本要同廿隻朋友，廿條宿舍嘅長途係到幾多，韓國佢係啲那片來搶贏下，可能啲台北、新竹、桃園，嘿，韓國佢韓本咯，係啲高級嘅餐廳，又係講一般嘅餐廳，嘿，又係講攀走，你全部就做得設定，佢就會有一隻數目資本，你差唔多都係包幾多，還有佢想法建議，做得下到紅包袋。app 嗌東西嘅，都推薦哦。唔是啦，你跟等於講我輸入人嘅收入係多少，其他唔，咁樣係錯唔成係錯。
我推荐本大家参考，就讲，我说就看4点就做得了。第一就看讲你伫那刚讲的那家地方吃饭嘛，你看都在迄啲乡公所呀，迄民众活动中心啦，也嘛个贵色啦，但也迄高级婚宴场所，也就有检查的嘛。听伊就检查讲地区嘛，北部的、中部的、南部的，迄家私无共用，系家私有小可的无共用。第3点就讲唔老记的感情。有好无嘿，硕士几多年嘿，感情都好，硕士3年，有啲从细到大15年、20年，系冇，佢就看你一家啦。啊，第3點係乜概念嘛？那睇下冇上到誒，你係男方的朋友，也係女方的朋友。哦，有檢查佢病嘅錢係冇？女方有病嘅好拿，細奶冇病嘅好拿。風尚嘅是病誒。咩？啊，這個，迄人係咩同好嘅主找會太講？咩？你呢個？你是女方的嘛？你想說還好包2000塊，可能人家還不了呢，裡面還讓你拿病，係冇？我說女方的就再加一點。你看真嘅當碟先，當會結婚，當會結婚，當會拍婚，真嘅當會結婚。你鳳寶真嘅當到空Q Q 時去主日度，都帶然後一個搞起係多奶片啊，你盤多奶片啊，食到奶用板啊，都會靠呢度，當佢包一個好嘅鳳寶出嚟嚇。不過參加婚禮過後嗬，婚禮後要當到當難忘嘅事情，有乜個特別印象同深刻嘅事情同你講？哦，其實我係只當會流氓者嘅人，嗰時候我去參加朋友嘅婚禮，唔管係熟識嘅，也係唔熟識嘅，我去聽錯會流氓者，睇下都在想，我看到乜嘅景象嘅時間，我會流氓者。形容宮跌倒。今日都話流氓者，形容跌倒。保護好嘅禮儀不是實意。冇啦，就係個形容嘅爸爸老鼠搞半日老公嘅時間，就說原來係嘅模特就會留下咯。我要做個聲音哦，我去我魔術師朋友嘅婚禮，我照樣。木質流都流啊！你看樣片沒冇？看樣片沒冇？應該是1鏡哭到2鏡，係叫我從一搶粉用誒。你係咪做唔錯仲應該拍戲師誒，唔係識爽誒，唔係識拍嘅。人家不知道幾係佢前女友。前女友的哈，冇甘心的。跟住點哦，你知道最難忘係嘛？因為我家唐玉雲講嘅交手儀式啊，我就想到我阿姊老我姊從結婚嘅時間，佢就開到我爸爸媽媽面前，就老伊講一些比較感性的話，就看到我媽媽叫到不成人形，個妝都花掉，我咩到旁邊都叫，唔講係真，我看到我爸爸叫到比我媽媽嗰個淒慘，佢就叫到鼻涕都出來啊！有眾生民族嘛，拿出邊即係唔判的，叫嘅20人嘅，因為本人。現就是學嘅20人嘅煮嘅買盤。係啦，即係講到就是按你講，佢當會叫其實爸爸媽媽嘅結婚廖青島，唔係啦，係咪？跟唔家下結婚家下哦，驚唔聰明我聰明咯，係有叫冇？有啊。有，好像講得很虛偽呢。因為而家講咩，叫到動詞差嘛，嗰陣時看到我夫聰明佬，聰明佬，他是我進去家裡給他面對牆壁，然後一張一張的面壁，那個背影有冇這樣的，一直抖一抖，然後我看到給他抓的，反正就是你從他的後面，我看到給他的金把抓，然後一直。幾種水門啊！咩？你忙到佢就開始叫了，對吧？佢根本就空從地個電話要來迎娶，佢就開始叫了。因才叫到最後要奉茶，就是要跟他們下跪嘛。佢還坐地個位，他講結果來啊！然後他才一轉身，他覺得不對，一轉身看到那畫面就要哭出來，一轉身，安定一下，一轉身我就快哭出來，然後等到。終於哦，佢乖乖坐下來了哦，唔係當叫，只好佢坐下來哈。然後我聰明愛要講自己嘅好話，其實意思講分聰明佬講，結果佢看到我，佢張口就係講天天，一張口就有種像我打噴嚏嘅面，係啦，要叫咗佢嘅，然後最後佢冇講，佢在我胸口上重重的那樣2拳，嘅意思就係講。懂意思啦，係交給你。好照顧男朋友啊！皮強他很屌誒。不過講到咧，嗬，真係可以嘅禮片嘅場合，嗬，大家都會有一種
感动吼，所以喜极而泣的感觉啦。不过糖果有伢摸的给创婚，你咩动 T P 系咪？系边个潘亮创？不过我给100分，你啊，给100分来潘亮创。强在不用，来这样子，来，反正听100给朋友一再交代了，那就碰俺妈的生日当天，那大概有1进场、2进场，那就有点像在玩游戏，来1进场来冲狗的去，里面来拿麦鼓来从谁拿都胎啊。旁下走去，按到你的看下面某啲奖宠，係嘛？我基本機器咪哈，不多8張桌，那數都會準。基本係左手抖到透你呢，換右手拿。跟住係下即前擋贏嘅時間唔會身體唔好啦。反正左手抖完換右手啊，最後發現2隻手一起拿哦，就才圍一下，哎，開始抖。哎，兩衝嘞，可以。唔係衝嘞，唔係衝嚟，衝埋一個，來衝。做我老婆好不好？哎呦，那不用糖豆音轨会觉得懂章感章，好感动哦。後來聽100衝就冇。Q 數啊，Q 數那都跳啦，你跳就拉敗好不好？哎，飛 King 哦，其實這有乜嘅動態夢嘅時機嗎？我冇叫誒，我假期時應該是準備回來住娘家，所以難忘的事情係。因為愛家幹，所有的婚禮全部都係愛家幹做主，韓劇係非常傳統嘅紅樓人，有好鬧熱，所以愛嘅婚禮有乜嘅？唔係，聽清楚啊！我的婚禮愛婚禮有電子花車，哎呦，懂難聽係啊，電子花車啊，係啊，係嗰種穿呢貓。冇啊，係要解人家可能跳舞嘅嗰種啊，拜拜長來了咧，來了，給自己咯。我感覺最難忘嘅婚禮係我嘅阿姊嘅婚禮，因為嗰陣時喺出嘅Okinawa辦嘅，嗰時候就唔方便將嘅正經嘅花帶轉台灣，因為花都唔得做別樣嘅嘛，嗰時候叫特別準備嘅細細嘅遊戲係出嘅捧花抱枕。嘿嘿，我嗰陣時係種冇出到，我因為嗰陣時除咗結婚嘅時節，真係要捧花，而家係就說既然真係要捧花，就地下好咧，就就隨菜地，而就接到咧。哦，嘿，嗰陣係令我千難忘，因為係我第1接到捧花。哦，嗰時候，這隻調色得半年。其他人喺講佢調試嘅，係啊，佢跟人調拿得到。小陳只會播眼睛。你係按嚟得，你也係用按嚟得。佢係會用得，按用得，對，係會按嚟得。連動機會啊！係咪就是調試之後都先調錢啊？你講。冇啊，你就起牌啊，係啊，結婚啦。這都提醒人嘅男朋友咧。哦，我男朋友嗰陣時出嘅獻醜，我就嫁到，我就講個我嫁到捧花。係咪一種提示的感覺？可能我再詢問一下我嘅阿姊。觸體了嘅，係難忘嘅事情。唔過你參加婚禮嘅時節吼，有時節會遇到動感嘅，當奇怪嘅行為會出現。到底到婚禮當吼，哪一條行為會突然知道當難、當奇怪、動感嘅咧？你先了下，等下轉來，再講了。我咪唔知幾道啲係19歲還係用扮演。小強度，佢敬酒敬到我哋做嘅時節，佢問我講：你是誰啊？你為什麼今天在這裡？我就講我是誰？係啊，跟住我來喝喜酒。歡迎大家都轉嚟後生台上嗰個節目現場吼，假如講到到婚禮當中可能會遇到動感嘅事情，跟住先生來分享下，你遇過乜嘅動感嘅事情？吃到最感嘅事情就係主持人，我向大家留嘅酒杯嘅贈人，一起拿起來說一定要幸福哦，在留嘅酒杯嘅飲料用水濕踢，就會感覺嗰種動感嘅，因為我看。旁邊人會有按用做模，先看旁邊有按用做模，飛機有按用做，我這樣用做模，我就點點頭都給就好了。這橋段懂很應勢，好。唔過藝就會唔講嘛，藝就做嘛，藝就做。很花，係咪？飛機哦，你遇過乜嘅感嘅事情？我遇到一般是係，我個好朋友佢結婚，佢愛去。
他跟他好朋友是系嗰種啊，你什麼話都講嘅，是青菜講嘅嗰種朋友。結果佢結婚嘅應該咪唔知幾度啲係食酒醉，還係用飯嘢。食香到。佢敬酒敬到我哋做嘅時節，佢問我講：你是誰啊？你為什麼今天在這裡？那就我是誰？係啊，嗰時我來喝喜酒。係啊，是就動氣怪啊。會搞得南方灣吃到這種都在黑馬上，你都在黑奶豆嘅什麼誒？前女友係嗎？跟福利你有關干你啊？係啊，佢爸爸、佢媽媽，佢嘅未來的公公婆婆，全部都改，剛剛咪冇辦法吧，只能笑笑。你朋友話動豆種呢？你朋友動豆，你種伊咪讀嘅豆。係啊，幾自然哦。我感覺最近嘅就係主持人會請到嘅單身嘅細奶還有細妹都台檔來，佢還會點名哦，一定會送來。所以兩向嘅就會有一排嘅燈呢，佢細奶就坐在燈嘅檔行嘅細妹，因為細奶腳臂檔行有不用嘅幾乖嘅，嗰時呢細妹就會坐到細奶嘅腳臂檔行，愛將嘅幾乖坐到壁鐵，坐到爛鐵嘿，係就感覺。安陽真係對感嘅，唔熟悉，真係唔好啦嗬。這懂後啊，你遊戲懂後。因為總是係嗰種主持人，冇唔錯，係因為佢哋喺點名，可能有點我鍾意佢，還有貴佢，還有嘅有些一天會送來，嗰時候佢哋有點名，最多做唔得唔送台，嗰時候我講個細妹年青才高，像哎呀，吃豬狗呀，豬狗啦，豬狗啊，吃狗八八。係迄個世界臭啲龐大嘅雞腰骨，嘛個雞腰骨腰粗嘅腰啦，叫做雞腰啦。因為我愛用錢唔大些，冇像那細妹年嘅感受，可能我到台檔看到小朋友哦唔順眼，係嘛？看到就磁場不對，係我坐架嘅腳臂，係真嘛？嘅嗬。剛剛已經有講到嘛，該主持人係，所以主持應該冇問題。佢唔單唱係佢抽嗰種做氣球的遊戲，還有一種是係佢強強愛係個信用性龍公司係送去台檔尖嘴本大家看。係啊，是種靜咗自己擺，冇翕到，再個四秒，你四秒，想想，佢心情切架都尷尬咧，你翕到都尷尬咧，係冇？真嘅啊，好，真嘅同尷尬。故作主持人當中咗，家家上一下其他新嘅嘅結婚嘅發通啦，冇再搞嘅結婚嘅尖嘴遊戲，真係當冇夠在強迫交配，強迫結婚啊！強迫結婚。香港以權頭牌有度過嘅真嘅尷尬之劇嘅故事呢？呀，真係喺尷尬到嗌上愛空都嘅做嘅大下。呀，打個比方，比如講，人大家係太好同學，跟嗌頭牌同阿小鳳人要傾下講，唔過人分開嘅，分開嘅冇想講廿擺，譬如阿志怡結婚嘅，人大家全部傾下都要從婚禮見面，見面就算係啲慶祝哦。嗌同阿小鳳慶祝哦，按你係冇想講，嗌頭頭嘅同阿思仲傾下嘅，人頭頭交往嘅。哦，就貴族嘅你就愛同佢同愛。韓國記阿思仲記韓次家講記同愛傾下。哦，然後愛就愛吃到個啊，對，愛唔愛你啊？嗰個機從都動感嘅，係順康，係嗌咩動思言咯，即係我講一遍唔咩嗌哦，權按厲害，唔係係嗌嘅朋友，係看到一所有嘅以前嘅就知道天哪嘅東西，太荒謬了吧？係咪？真嘅，世間某個事情都鬧嘅最鬧嘅的一種族，冇大家全部點食飯冇講法，因為真嘅會動感嘅，好唔過除咗咧婚禮檔，可唔可以讀到感嘅啊，好少事情以外嘅，誒你到結婚嘅時候，會唔會讀到一個事情就會也很特別啦，就會鬧婚文化，又係某個正咩生人嘅遊戲。以前頭排有讀過有人教嘅咩生人嘅遊戲。其實我次間咩冇讀過，我咩冇看過動誇張嘅安尼咩生人嘅方法。不過我前一步嘅有啲網絡當紅嘅影片紅有看到係啲中國嘅嗰種嘢就鬧婚嘅文化，而且係動到細奶嘅保衛定也新娘，韓國大家愛留記啊，結果愛留記佔爛睇，佢新娘啲生人咧，即係教下嗰種有啲上槍。不過係新娘做啲將做啲那個婚紗，啊動到細奶就為定嘅，吃到假使講係迄幾隻新娘嘅，會吃到本人去。有呢種吃到本人性騷擾嘅感覺。假使講會唔好。
好。对你还唔搞配，你就会讲，哎，你用我按呢，他想要捏也哈，不合群按呢哦。这风哦，头把游戏没上瘾嘛，你听懂不呀？有度高嘛，该冇，你嘿没啥偏你来滴，有。就跟头摆嘅攀奏嘅差较摆度到，跟攀奏嘅户外啊，流水席不有嘅随桌敬酒，好，然后你就摆调嘅特调。哦，马盖特调，跟特调可能就摆有那个第一道的那个拼盘的瓦萨米啦、挑油啦、辣椒的啦，哦，第二道的花好月圆的花生粉啦，啲花生粉还会铺啲嘅蛋糕，你知冇？哎，然后搅搅的，然后又唔同啦，又还有嘅佛跳墙啊，佛跳墙啦，係跟面全部搅搅的。係有鹹有甜有酸的嘅特調，係咪？跟唔會食嘛？嗱，當然唔會食啦，跟唔形容食咧啊！跟帶下值錢嘅花唔會食嘛？值2000塊就食，2000塊按500，硬去搶樂透客夾啦！佢跟基本上先來講下，今日正式嘅主題，假使大家結婚想要辦哪一種形式嘅婚禮哈？跟結婚嘅先慢慢來。都慢啦，歧視誒，跟婚慶先來講，咩係咩結婚嚟啊？你壓軸，我壓軸，我壓。結婚跟你想要辦哪一種形式嘅婚禮咧？應該遲到喊係共進結婚好吼。真嘅啊？係啊。我可跟強英他很麻煩嘅，只是他用高跟鞋裝酒來喝，用啊。定棍獨摸給少女心麼？用飛熊其實甚至從一摸誒，摸少女心。我是都奉片簡單的時候。真嘅吼，那個姐姐就是那個務實，實在。哎，你安排你看到啦？我今日冇看到。你想要買哪一種形式嘅婚禮咧？因為其實我參加我阿姊嘅海島嘅婚禮，係就剛剛講青龍嘛。不過去Okinawa嗰邊真有啲演有啲麻煩。古時候我上嘅嘅婚禮咩係做嘅鵝杯，還有法宴啊，還有長嘅錯題啊，然後呢，你做嘅證婚嘅儀式，我講 Yes I do，Yes I do。好啥嘢？你聽會講英文？要像一啲嘛。冇睇見嗬，係要你合法個藝演嗬，跟住係上我講嘅一天我要現場嘅樂團嘅表演。哦。唔但係樂團嘅表演咧，你現場係唱歌嘅表演，係佢設計東西咩清唱嘅喎，一定會設計西式嘅，冇設計地瓜球啊，嘛嘅嘅。地瓜球啊，加太歲風披薩咧。我要棒嘅啊，係冇。那地瓜球冇地瓜球兩個啊，係破半圓。破半圓啦，係。花好月圓呢。我講董浩是破半圓呢。你不是想西式啊？硬要我講係董浩是啦。係啊。最重要嘅。絕對冇嘅小鳳講嘅佛跳牆啊，千唔好食佛跳牆。清後生，我跟大家講，傳咧佛跳牆最後生。是好，嘅對，你嘅樂團因為就特別搶來嘅表演咧，錢都快啦。古時嘅樂團係可以揮動嚟伴奏，嚟然後嘅新郎啊、老公啊，向下合唱啊表演一下。新人喺結婚要喺表演，咪踢甜嘅嗬。難得有樂團誒，還有難得有現場按到嘅觀眾係冇。都不能衝哈！跟你可能想玩哪一種嘅婚禮咧？其實我同阿姊差唔多，沒有去衝過啊。哦，沒衝過一樣，我沒做對啊，畢竟我也是歌手。對，就係聽說愛啲諾波，韓國藝想要有水嘅素材，比如講潮水池啊，又係講筆筒、黃河船嗬，筆筒啊，筆筒，對，沒做對，即係昆你到水嘅時候，你做水係一隻動浪漫嘅東西。韓國愛有鈔票，韓國食飯聽到愛食 buffet， 錯，韓國藝冇想愛伴佢，冇想愛伴嘅親戚一場啊，朋友一場，藝想愛大家都搶下，同藝好嘅親朋好友全部來到呀，藝咩唔是做擺上嘅，做對做小禮服就做得，藝咩冇聽說愛做狗掌鞋，藝就想愛藝做同藝嘅朋友跳舞啊、唱歌啊、食酒啊、食飯，藝做也係藝夢想當中嘅婚禮。藝跟我嚟有一拳動出，你強下班去啊？好，強下班。唐老師係咪按嚟給小鳳吃到？係啊，係啊，其實藝咩想喺海島婚禮。咩？有正差。因為。
跟后生人家讲要办户外的，哎，太昂古生日头，一封披萨不要太脆。你会都给福利贴配就会出去户外听讲啊。都伫教堂啊。哦。不过教堂拍那了还会出去，无按简单啦。无啊，教堂拍那，因为教堂那叫仪式嘛，10分钟、15分钟，哦，就都在那个影片记录一切。刷电以后可以用室内去传堂啊，都把去户外是大概不会，对吧？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玩。一边吃饭一边喝酒，安尼，其他做的都按补条。坦白讲，好多福利有经验，免爱攀爱下子。讲你真嘅无案件啦，因为比臭鼻样其迄居家迄青龙人其实有点麻烦。是人多15、30、40，你就做得嚟，今後會來。可以來非常採歌。夢兒想起來，你個教堂吃少最少50-30年。50-30。是50-30可能空空啊。50-30臭鼻佢講起哦。係啊係啊。哦，我再講上。跟住成咯，冇上過。我冇上過，我喺度攞杯行去攞。你邊冇上過唔該嘅？係啦，不過你講係講聽，唔咩，因為我唔好掂錢嘅人，故所我想要有請人來唱歌嘅。唱太戲？唔咩太戲，唱流行嘅歌嘅，戲劇啊，冇就跳舞啊，老年漸漸按我想演唱片一樣。我這個咩都按跳。唔咩，我還有在想，就是我。因為女生就是穿白紗嘛，形容就會做嘅白紗，跟住做的穿白紗都台風打嘅爵士鼓。哇，咁厲害咧！懂貼片嘛，就容易按做歌啊。辦演唱會就抽嘅啦，當眾本大家知道我是主角。你坦白吼，人家去唱 TV 會懂貴，你講出辦到個小巨蛋就好誒。你聲音嘅噪音哦，本人開發吼。冇問題，就係舞台冇拉成。大家不能陪你。其實吼，你婚禮吼，真嘅喺你生活當中吼，人生當中一個當重要嘅事情。不過還有一個當重要嘅事情，起碼該聊下閒聊下，等下將來我講嘅係聘金嘅事情了。係聘金嘅吼，拿出來，係叫佢看到，哎，都滿意，吼。叫佢輸咗以後，佢搶夫嘅餅嘅錢，最後全部分下朋友，全部哦，因為分下朋友嘛，個意思點啊？等於講萬愛，你知嘛？真勁啊！係啊，聰明嘅人懂好咧。佢講咩吼？佢人質定係樹頭。咩安尼講啦？咩嚟講啊？冇安尼講啦。冇看。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嗬，假如講到聘金嗬。聘金咧當重要嗬，到底愛數又係冇愛數嘅結果款嘅師傅，幾時節聰明愛聰明佬有數日嘅聘金喎？你係真叫我學弄係聰明愛，有啲公司咩嗬，係聘金咩嗬，拿出來係叫佢看到，哎，都滿意嗬。叫佢輸咗以後，佢搶夫嘅餅嘅錢，最後全部分下朋友，全部哦，因為分下朋友嘛，個意思點啊？等於講萬愛，你知嘛？真勁啊！係啊，聰明嘅人懂好咧。佢講咩嗬？佢人質定係樹頭。咩安尼講啦？咩嚟講啊？冇安尼講啦。冇看。唔過你聰明嘅真人懂好咧，安尼。係照顧家自家妹嘅啦，冇半家自家妹舒苦咩？係咪？係家本唔係買本兒，係家本係買啊！嗬，係咪？真係真人懂好。真勁啦，幾自然啊！其實我感覺後生人，你喺後生人都會想簡單地位，故所就會講好講，唔是輸聘金咧，係較容易較簡單。不過其實你喺我感覺後生人自家愛先講好，將老種皮啊，還有老人家講，因為像我嗰陣時係我嘅阿姊還有自從佢兩三年係講好講，唔是輸聘金，佢電到將老自家嘅阿爸阿媽講，唔是輸咧，將共下來討論。不過嗰陣時係我嘅阿公就想，冇輸聘金，其實聘金有段時間係本老人家較風行，剛剛講細來有愛用嘅誠意，做啲我風行將我嘅妹係我嘅孫女交本，係嗰時候嗰陣時我嘅阿公就講，好做啲唔是輸聘金，唔過愛輸嘅金拍臉嘅。係啊，金拍臉咩懂好啦？係啦，但係要聘金咩好，不嚴格咩好，唔係形容嚴格，係叫做事態嚴格。係真嘅，因為講到錢就慫㗎。真嘅，就有人就真嘅愛講聘金冇講好，就冇結婚咧。感覺愛用嘅感情就先打鬆脫咧啊。不過人嚟較真啦，而家講技術金拍臉嘛，安尼嘅金拍臉留得咩好？喺呢包國家要係用得到，國家要用得到。唔係係用嘅意思，係講
种输金牌的迄种回忆纪念嘅感觉，多出来看个金牌说哦，迄个人爱加分唔加，系无？啊，讲到了聘金哦，聘礼嘅部分，嘅回馈咪做啲老太子家分享一下好冇？我个种是系。大强公街是系结婚嘅礼俗街都爱找后龙银行系找行业那片是公道强强无不的。啊，人家当初每记咧，啊，最后嘅电子花车迄行业嘅也好容易。好容易啦！所以帮我是系结婚找后龙银行，订婚是找行业。他该记得该聘金啊，是系有分台庭到细庭。台庭是系记得来个是只本人看，本人看，所以该只仪式本人看台庭，和细庭从个是16万6。哦，16万6，係16萬6，台庭會幾多錢哦？我糖果是16萬6是最少嘛，和可能是用26萬6、36萬6。哇！聽話我就好值吼，去結婚時節，去拿咧66萬6，不過幾個吼，你係好看。好看，那轉去，因為那轉去叫版本機，叫百分太價看，因為66萬6疊起來很漂亮。係啊，好看啊！沒有一點不太變好看呢，啊，最後就輸這位。慢轉去冇啦，冇輸咗啦。係啦。如果飛禽吼，嘅客人加到嘅好多年嘅家庭，都係老太太講下兩片有乜嘅檢查嘅地方嘛？從行業兩片啊，我哋是係結婚嘅禮俗啊，訂婚啦，訂婚從我哋兩片是行業話有別人講，我哋話有嘅台嘅添嘅米糕，一箱一箱安樣最後拿來和行業下嘅轉啊，係什麼嗰片話有餅嘛，還是話家己地安樣細細地嘅米糕，還係從後浪應該片是係記得係頭先 Q 啊，全部係吃住吃用，和等新民轉來無卡，和嗰邊啲啥嘅都。全部都窮下來擺。我哋先動腦嘢啦，嗬，是從已打攪啊，打攪，動腦嘢啦。係啊，可是我是唔好安用嘅，係啊，從呢個後生嘅美都辦嘅過5關過6關，因為他自己都太聲勢太浩大了，應該冇辦法。像飛禽家講到啦，過5關哦，即係啦過關啊、衝關啊，都同朝時代就幾件要咧呢種習俗哦。幾時有很多南門嚇，就會講我本嘅形容過啊，形容兩三嘅好談嘅話，唔過多啲下有到一個咩啥嘅形容講嘅感覺係冇嘅，以前頭擺有教過咧過5關冇？我自己冇教過，不過我看到其他都按樣過5關，其實我自己冇上愛按呢，因為我就算連那個迎娶的儀式我就冇上愛嘅，睇下唔是講嘅過5關，因為我就會加倍嘅，我中文嘅好咩生冇，係啊，都才過呢。只是講要分片，唔好講聽咩生意，有啲係趣味性嘅，趣味性。佢可賣教自己行，我哋再個結婚現場來咩生意？對，其實我剛剛一天咩曬下啊！你有參加過嘛？嘅過5關嘅形式？冇，我有看過一隻過5關係清神奇嘅，係團嘅最順，係用埋團你冇係因為有潛在哦。咩啊？哎呦，聽我爸咧啊！誒，呢個形容係要伴娘喺青島嘅細妹人，就把嘅。口紅嘛，係冇把嘅最順，古所呢拍拍嘅字，你就沾到當紅嘅形容就會談講，那一隻係日本用嘅最順，係佢哋就會談出嚟講，哦，那一隻係真嘅係日本用嘅最順。那一隻係自己本用嘅最順。東南嘅。運動要見面，係咪前個見過？我冇見面，我冇結過婚。因為其實談錯就唔是㗎。係行愛教啦，係好教嘅。係其實我真係冇聽過，係因為你下清流行、清時行嘅就係。有你做嘅過5關嘅時間，因為形容看唔到，係做嘅形容鏡啊。古時候佢就做用嘅直播嘅方式，係順豐嘅人直播嘅形容做嘅形容鏡就做得看到。就你冇參加，因為做得看到就感覺挺神奇。真正懂神是懂重陽，古總你知道過5關懂重陽。重陽。重陽。像我們有看過，你剛剛講嘅新娘直播有冇？給他在現場問說，可能新娘實拍100，講你可不可以給他救命卡，而不是懂神奇咧，哈，有按咧，然後懂反樣，嗰時候知道懂神奇嘅遊戲，嘿，然後唐伯虎點秋香，馬介意，用慢點，伴娘有嘛哈，老新娘按咧穿的類似，然後拿皮棍咩哈。
把自己卷成人肉寿司卷，然后那个在那房间里面，然后跟新郎子走在对牙头拿蛋，还有脚趾头。好了，分别讲那只还给补尿，就点秋香就按那意思。佢哋會都摸一撒嘿。啊，每周的油，每周的抹，反正不管有就夠神奇，還有就那個老嘅新郎老伴郎包尿布。包成人紙尿褲，就講以後要做爸爸嘅咩吼，要天數幫小孩換尿布啊呢，還有這個尿布底部放一顆金沙。哦，不是老師，先報歌掌聲啊！先奏歌，我啦，當我啦，先啊，先奏啦。也提上來之後，也就冇講懂咩啥，也就趣味性，對啊，兩個後加深今天。這一天按貼片的日子嘅印象，也神奇嘅啦吼，就成。係咩糖果動有意義嘅，就係因為我朋友嘅老公唔係客家人，跟住拖係客家妹嘛，佢就佢聰明愛，就出了一個叫做史上最難丈母娘關。就是寫嘅阿舅這個歌詞，我會記起當場嘅唱高形容嘅親戚朋友，用扮音，係用扮音，我可唔可以來？阿舅姐，可唔可以之後咧，將音盤聰明愛彈，聰明愛講做地，佢將做地去開形容嘅。也真係動貼片吼，係是。係，其實真係講我講5個人做地係有意義嘅遊戲，因為呢做地將嘅婚禮啊搞到清神奇嘛。唔過我講5個係輕鬆。因為唔但聽講神奇，咩做一款細奶嘅性格，喏，有啲細奶人可能講嘅講5個人講都發現，按用人感覺就唔自家咧吼，唔自家，講好就好誒，比如講我同我老公講好講，上來愛搞，也係唔自家，迄家是講冇愛搞就冇愛搞，愛搞就搞到大家做得接受嘅範圍，安尼就好誒。係啦，尊重配上人嘅習慣吼，咩係最重要嘅事情。因為大家講到慶祝吼，結婚嘅時候要注意到慶祝嘅事情哦。大家結婚哦，有當到嘅現場，有人好簡簡單單，有人好太太放放哦，動茶法安尼吼。唔過咧，結婚時節吼去參加婚禮，有當到空蹺蹺要注意到。配上人用版結婚，你講唔到，7家用版來結婚呢，穩順康嘅上人咯。下禮拜，挑一個時間，你來繼續來收看《香港太上宮》。